我今天真的很高兴，宣华裔哦，来到这边，来到台南富强长老教会，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感激我们的牧师，感激我们的长老，还有我们的团队，很早，就能够来，就是去办今天这样一个很棒的一个主日的时间。那就是很感谢牧师，让我可以用华语跟大家分享，但是呢，希望我今天来也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是我的生命。我想不论是语言，大家可能会听到我唱歌，哇唱歌好你听，然后就是分享我的生命的故事好你。那大家刚才可能看到我的名字会想说，怎么用英文的？那其实大家可以就是用台语去想我的名字我就是寿神呐这个树上的蝉呐寿神蝉就喜欢唱歌，也要唱歌，所以我今天呢，就像是寿神就是大家就是可以听到我的歌声。那同样的，今天我要讲的故事呢，也是我的先生。我的先生啊，他就是右手边这个坐在轮椅上面的这个先生，这个男生，他叫做超燕。那大家看到他坐在轮椅上，大家就知道他呢就是能不能够行动很方便呐？真的是不方便但是呢，他穿着什么？医师袍他现在还是做医生他呢，虽然做了病人，他的力气变得很少，可是呢，他把他很少的力气集中起来，每一个礼拜还能够有1天到2天的时间做一个兼职的医生他为什么还能够把他的力气集中起来，去帮助有需要的人呢？这就是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上帝的大能，上帝的大能是怎么样子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靠着我们自己是不可能的，没塞啊，不可能哎。但是呢，唯有靠着上帝的大能。那今天的故事，我希望带着大家，就像是看电影一样，看电影你看我的故事，然后呢，听我的歌，你呢就好像走进我的人生隧道一样。大家喜欢看电影吗？喜欢。我看电影的时候，我常常都会想一想，电影里头的人他遇到了这个事情，一度有这款的代志如果是我会有什么反应呢？所以希望大家今天从我们的故事，也可以看看，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上帝在我们的生命故事里做了什么奇妙的大事。在这个故事的一开始，我要跟大家分享一句话，这句话就是人生实在是有足多艰难呐！我台语还可以吗？多谢。我要感谢很多长老教会教我的，我每次来长老教会就是来磨练的。这句话呢，不是我想出来的，它是从一本书里头。这本书是一个非常励志的书籍那在20年前，这本书非常的夯非常的火红，所以呢，大家都在讨论，我也赶快去把它借过来看。结果这本励志书籍呢，它在第1页翻开的第1行里头的前6个字，竟然就写人生有足多艰难哇！吓得我立刻把这本书怎么样合起来，想说这本书不太励志怎么会大家都这么喜欢呢？但是呢，我想要在这边问问看大家觉得人生有足多艰难这句话是对的吗？你同意的话可以举个手吗？哇，多谢你可以放下你的手了。哇，我发现好多人立刻就举手。我还发现一件事，
头发比较白的，坐比较前排的人举得比较快哦。哦，头发比较黑的，想了一下哦，哎，为什么呢？其实，在20年前的我啊，我也是不会举手的。为什么呢？当时啊，当我很年轻的时候，我遇到困难，我的反应就常常是我们现在会用的这些 LINE 贴图一样。大家有没有用过这些贴图啊？当有困难发生的时候，我就好像被雷打到啊！那也发生这款的代志啊？怎么会这样那样呢？然后呢，就3条线掉下来啊！那个人不是答应我的吗？怎么搞得这件事情会出包嘞？哎，别康呢！然后呢，晚上休困的时阵我想一想今天发生的事情我的目屎就流落来赶快把棉被这样子擦一下，想说明天还是要面对啊，不然怎么办？其实呢，我的这些反应是不是很正常啊？实在是非常正常，这是人之常情嘛。但是呢，既然就像是刚才这么多的人都举手了，那么大家可以就是从我今天的故事分享里头想一想，既然我们都会拄到这款的代志，拄到人生的艰难，那这样这些困难有没有办法提炼出来一些价值呢？就像是我们知道那个要炼金或炼铁那种金属矿，它都是从很多的砂石然后呢用水用很多的机器去筛，最后才有那个最纯金的最有价值的东西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故事即将展开，故事的一开始，男女主角初恋。我的先生超燕，他呢跟我呢是在大学的团契里头认识的。那他是一个医学系的学生，我是一个社工系的学生。大家有没有听过社会工作？有啊。我们呢个性呢，虽然他就是跟我呢就是一个理组一个文组，可是我们的个性很相似的地方就是我们都很热心。那我们在团契在教会里是不是常常会有服侍的机会啊？我知道在这边我们都有一些爱心供餐，对不对？也常常去办许多的活动。我们的教会也是就很多的服侍。那在服侍着，超燕就看着我，就觉得哇，姐妹，你的眼睛在服侍的时候好像闪闪发光，像那个漫画里头的女主角啊，特别的美丽。我也觉得，哎呀，超燕，你的卷发在服侍的时候，好像那个小丸子里头那个花轮特别帅。结果呢，就这样子越服侍呢，慢慢的走在一起。结果他就在我大学一毕业22岁，他就跟我求婚了。我22岁就结婚了。在场有没有人比我早结婚啊？可能要头发比较白，要全白的那种吧，对不对？那个时候我也吓坏了，想说你怎么会这么早就要跟我求婚呢？但是我就想说，哎呀，答应他我就少一件事情了。就是社工喜欢结案所以我就答应他了。那结果呢？我们就怎么讲？就这样子一直很快乐的就到现在。那如果你呢是我身旁的人，我们台湾人喜欢讲一句话，你什么运什么运啊？台湾人最爱。你觉得我的恋爱运顺不顺啊？实在是很顺，对不对？那你觉得我们的学业运算不算很顺？其实也太顺了。那就是我们未来的工作运就更不用说了，对不对？所以以前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真的不觉得有什么困难
哦，人生有什么困难吗？人生不就是比较像是我们喜欢跟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去做的运动？大家有看到我们爬的是什么山吗？哦，我知道玉山也可以从台南这边上去，对不对？哦，哇，这个大家有没有人也很喜欢爬山的啊？有喜欢爬山，不用玉山哦。一般的，我们台湾有很多小的山，有喜欢爬山、喜欢散步走山的，可以举个手吗？哦呦，好多哦！我们给自己一个掌声好不好？连我们的牧师都举手哎，鼓励大家常常的去我们台湾，真的是宝岛哦，雄水耶，真的山上的风景。爬山呢，它就是你设定一个目标。比如说呢，我们就跟弟兄姐妹约好，哎呀，下个礼拜六要去爬一个什么山，那我们呢就设定目标，然后呢预备一下我们的体力，对不对？然后呢当天就努力，通常我们就可以爬到山顶上。以前老师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你人生啊觉得很困难，是因为你还不够努力，所以你就是努力啊，坚持就会赛啊。那平常没有办法爬山，超燕她的逻辑从这样子延伸下来，她也很喜欢做的运动就是大家有看到她在跑什么？马拉松。大家有没有也喜欢跑步？不一定要马拉松，平常呢就是在操场上，或者是在你们家附近走走，或者是有运动的习惯。无论你是喜欢打什么，就是太极拳，然后呢跳赞美操，哦，我都鼓励大家继续的多运动哦。哎，超燕她的个性这样子设定目标，然后努力，的确为我们的人生带来了许多的这个是完赛证明。也就是呢，你坚持到最后，马拉松它就会给你一个你跑完了的一个证明。所以我们一直觉得人生好像没有太多的困难，一直到了这一天。2009年1月1号，那个时候我们结婚已经第7年了。那我们呢还是没有孩子，那因为我们之前都很认真的在工作。那超燕她就考完了她的医生的执照，精神科医师的执照。那我也好不容易把我的论文丢出去了。然后就想说，我这辈子不要再读书了哦，别个读册啊，哦，真的是就还了那个论文好难哦。那我们呢完成了一个目标，通常以这样的人的个性就会怎么样？嘿，没错，就会想那下一个目标是什么？那个时候我们听到教会呢，他们想要派就是传道团就是去大陆。那我们呢就听说大陆他们的就是经济虽然是起飞这个强国好像很强，可是你知道吗？他们的心灵是怎么样？非常贫乏。其实他们就是打压很多的教会，然后他们没有什么心灵上面的富足，所以我们就想说，如果我们能够去那边传福音，另一方面，超燕她的精神科也可以用在那边帮助那边的人，所以我们就把我们成家7年的家当就卖掉，然后呢，米家宽宽变成2个20公斤的行李箱。就这样拎着拎到了中国的北京。那到了北京，跟另外4个弟兄姐妹开始传福音。大家知道在大陆传福音是不是很挑战的事情啊？很危险哦，平常就是要躲公安。所以到了假日的时间，我们就会想说要带着我们传道团的弟兄姐妹到4周去走一走。一方面我们都是台湾的囡仔，台湾人，我们实在是不了解北京那边的风土民情，这样子传福音实在是讲不到2句话就没话讲了。所以我们就去那边跟他们体验一下当地的民情，也让弟兄姐妹能够稍微轻松一下。到了冬天的时候很冷，大家知道北京会怎么样？下雪，所以他们的冬季的户外运动就是
滑雪。那我们几个人都非常喜欢运动，你刚才已经看到我们运动的照片很多，对不对？当然不会错过。于是我们就带着弟兄姐妹到了滑雪场，在滑雪场呢，我们也请了一个教练，请了一个老师，那个老师就教我们，我们就滑得非常非常好哦，一直到滑雪场要关门的30分钟前，30分钟前，超燕就突然问我啊，他说：“素成啊，你再陪我去滑一次好不好？”那我那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不要，你滑你的，我滑我的，就是那他很尊重我，他就说好啊 ，OK。那我就跟另外2个弟兄，我们去右上角有一个终极雪道，去那边看一看好了。这个终极雪道啊，它是大中小的中，不是那个终结者的终吼。所以你远远的看这个终极 middle level， 你会觉得它非常的就是陡吗？有一些人有点头吼，有一些人就觉得摇摇头还好。其实我们当时也是觉得好像还好的，因为你看还是有一些人在那边啊，都在那边滑，所以呢，他跟2个弟兄就上去了这个雪道，到了雪道的最顶端，哇！他们往下一看，不得了啊！这个雪道原来有3层楼那么高哦，然后超过45度那么斜，所以这个雪道你要滑的话呢，你要先把头探出去，然后呢，抱着一种跳楼的勇气，才敢滑第一步。哇，3个大男生，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想说我们的腿都有点软，怎么办啊？我不想滑了。那你知道滑雪场通常它都会有那种缆车，他们原本呢是搭着缆车上去，照理来说应该是有缆车可以就是回来的哦，这是照理来讲。哇，可是你知道吗？真的不要去中国滑雪，他们呢真的是做事只做一半而已，只能上不能下。哇，怎么办？硬着头皮就只好还是用滑的了。那超燕就想说，好，既然要滑，我先观察一下前面几个人是怎么滑的。我们知道科学的精神，第一步是要先观察。他就看到这些人呢，他们都是在前面最陡的地方就会先爬陡，然后就滚就这样子下山。那如果你有带一些小孩去溜冰过，你知道啊，爬陡是非常就是严重的事，还蛮正常的事。其实蛮正常，通常拍拍屁股起来就好了嘛，对不对？超燕就想说，哎呀，最惨也不过安呢，所以呢，他就也稍微呢就是研究了一下，调整一下，然后呢，他就把他的姿势在前面最陡的地方。他稍微重心往前放，他就真的滑过了那个大家都会爬陡的地方。然后呢，当他要开始把他的重心往后，因为后面变得比较缓咯，他呢要把他的2根雪杖增加他的阻力跟摩擦力，往下就是一插。糟糕了，怎么搞的？底下是冰，不是雪。大家知道冰跟雪有什么差别吗？冰是咕溜对不对？雪是桑桑松松的才会有那个摩擦力嘛。糟糕了，他完全没有办法增加他的阻力，他就咚的一声往前扑倒。结果他这一扑倒一滑到，他4根肋骨就已经断了。所以代表是很快他的头就朝着右前方冲了出去。就在他要撞上这根柱子以前突然之间翻了一个身，咚的一声才停了下来。这个整个的过程发生的非常的快，基本上就是咚咚咚，他连一声都来不及喊哇！
眼冒金星倒在雪地当中，看到我在另外一端，他赶紧跟我挥挥手说：素成、寿神，我没代志啊，就是没事，放心。然后他想要站起来的时候，糟糕了，他突然发现，怎么搞的？我完全动弹不得。他呢，在冰冷的雪地当中，还只有他的手有感觉，他的下半身已经完全没有感觉了。哇，那个时候他就发现，糟糕，代志大条啊，我瘫痪了。医生就做了许多的检查，把我拉到急诊室的外面，跟我说啊，许太太，跟你说，你的先生啊，他的脊椎，大家有看到就是错位嘛，他呢里面的脊髓伤得很严重，他这辈子是不可能再起来走路了。但是啊，他的脊椎，那个伤的位置啊，断掉的位置，差不多在我们人体的胸椎这边。它附近其实是有很多很重要的器官，像什么？心脏，对不对？还有我们的呼吸的肺叶，还有人体最大的一根血管，就是主动脉啊。大家有听过主动脉，对不对？它呢已经削得尖尖的啊，都没有吐丢任何一个大的器官。所以我们就这样子幸运的活了下来，成为了脊髓损伤的病人。在这张图，大家不用担心，接下来我会用台语跟大家分享这张图。我们做了许多的手术，回到了台湾，就在台北的荣总就在那边开始了复健。而在整个复健室里头呢，大部分都是年轻人。就只有一个阿伯就在超燕的旁边，阿伯就跟超燕聊起来了。阿伯呢就看了一下四周的年轻人，说：看就这少年人因都胸有颈髓，也就是你看到最左边只剩一颗头能够动的你知道台湾的脊髓损伤的平均年龄是27岁，所以他们27岁就瘫痪了。阿伯就说因拢胸有颈髓，因实在是颈髓那阿伯呢就看了一眼超燕，说：少年嘞，你胸有多少？超燕说：阿伯，我胸有胸髓。阿伯就说：你这胸髓。我们就胸髓超燕就很好奇咯，就想说：阿伯，你是胸有多少？阿伯说：我胸有腰髓，我这是腰手髓。没想到医学院上的课就被阿伯非常幽默的能够用这个苦中作乐的方式。大家知道吗？为什么这么多的年轻人会伤到颈髓？他们是什么意外？猜猜看。没错，就是欧多拜。我们今天在家里有没有你的家人是骑欧多拜？有那你要跟你的家人说卡塞基真的，因为没有任何的时间比我们的生命还要宝贵。就在阿伯他的苦中作乐里头，我们展开了困难重重的人生。一开始超燕要复健的，甚至都不是他的手或脚，而是你看一下他在复健什么呢？呼吸，没有错。因为伤到了胸髓，他连呼吸的肌肉都没有办法控制。要讲一句话，他要跟我要一杯水喝，必须说给我水。可能你用听的都觉得很累了。那个时候我忽然之间觉得，原来我们每一个人一出生我们都怎么样？哇哇的大哭，我们的肺活量都是怎么样？哇，上帝内建我们非常好的肺活量。我们刚才要唱歌敬拜上帝，我们要唱1首、2首、3首，哇，想都不想就立刻唱起来。
你有没有觉得，其实上帝已经让我们其实是有很大的祝福了呢？啊，我们跟身旁的人讲说，你很幸福，好不好？哦，真的，我们每一个人能够讲这句话的时候，已经代表你非常的幸福。所以超燕她连肺活量都要去努力的训练，才能够讲话。而她因为瘫痪，每天只能躺在床上。你知道会有一个严重的问题是什么吗？对，褥疮。褥疮就是我们平时大家都是肉包着您的骨头，有时候压久了会觉得酸酸的，甚至刺刺麻麻的。有时候我们手午睡嘛，这样子压久了起来，好酸好麻，我们会怎么样？甩一甩，你就会不会褥疮啊？不会。那个时候我忽然之间体会，哇，原来我们不喜欢的这些感觉，有时候很刺、很痛、很讨厌的感觉，原来也是上帝的礼物，用来提醒我们要照顾一下你的身体咯。所以呢，哇，我们因为没有办法自己有感觉，超燕没有办法动，我们平时被护士叮咛每2个小时翻身一次，白天要翻身，晚上能不能够豁免呢？不能啊，所以我们的闹钟是2点、4点、6点叫我们起来，要帮他翻身。那你觉得早上起来会不会熊猫眼啊？哇，就睡眼惺忪，超燕一摸，哎呀，寿神速成，不好意思，我又尿湿我的床单了。原来就是不是只是瘫痪，看到他坐上轮椅而已，他呢的大大小小原本收放自如的，现在都变成已读不回，其实应该是不读不回哈。他也没有办法感受到，更没有办法控制。所以平时呢，我们呢说他如果尿湿床单，或者是尿湿他的裤子，我们用一个就是术语，我们说这个叫大洪水这样子在别人面前讲的时候比较不丢脸。那你猜猜看，土石流是不是更恐怖、更丢脸的事呢？曾经他是一个医生，在医院的走廊上，他可以帮忙很多的人，他的个性也喜欢帮忙。现在他成为了一个病人，就连喝一杯水，他有时候都没有办法过去，还要请别人帮忙倒。曾经呢，他的未来就像窗外的美景，阳光洒在树梢，那么样的灿烂。现在他坐在轮椅上，看得到，却走不过去。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您的生命当中，您会有什么样子的感受呢？其实不仅超燕觉得挑战，对我这个照顾者而言，大家觉得照顾者是不是也不容易？是，所以现在我们都听过很多长照悲歌，就是因为照顾者的心灵也很需要自我照顾跟被照顾的。其实那个时候，我的心里面好多好多的声音也是每天轰轰轰的在作响。我常常会被这些困扰更加的，就是瘫痪了我的心，然后就变得好难过。你知道吗？那个时候对我而言，我在面对的一个声音，也许跟我们每一个人面对我们人生当中的困难也很类似。我把那个声音归纳叫做早知道。我的早知道是什么？就是那30分钟滑雪场要关门前，超燕问我，我就答应不就好了吗？后面这一拖拉骨的事就不会发生了，不是吗？所以我每天就在那边一直好像好想回到那个时候去做一个不一样的决定。可是你觉得这个早知道健不健康啊？不健康，也不可能发生的。所以呢，那个时候我就觉得真的是实在是就感慨已经无助到快要忧郁症了。还好我做对了一个决定。
我做了什么决定呢？我决定要把我的感受，我心里面的这些心情，跟一个有智慧而且安全的人讲出来。我就跟超燕讲，有一天我就跟他说：“超燕啊，我真的是很对不起你。如果那个时候怎么样，早知道就不会。”结果超燕的回应，我想请大家帮我念一下，好不好？超燕跟我说：“仁爱会只看隆重的结实。”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不太习惯吼，我真的很努力，真的很希望可以用我们最漂亮、最美的语言去跟大家分享。你知道吗？超燕跟我说啊，树成，也许你认为你有错，他说，可是我自己也有我的责任，是我用我的双脚走上那个雪道。那滑雪场有没有他们的责任呢？有哦，他们没有维护好那个雪道，照理来说不应该有那个冰哦。可是呢，他说，你看见了你的错，我却看见了你以及上帝的爱。每一天，超燕说她看见我们的家人是怎么样子爱着我们。超燕的家在台中，我的家在台北。原本结婚以后，两家也没有太多，因为距离没有太多的联系。可是呢，在受伤以后，哇，我们的爸爸妈妈不但来医院，他们还一直不断的在讨论，出院了以后该怎么办？要怎么样把家里变得比较无障碍一点？我们很感谢我们的家人对我们的爱跟付出，更不用说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常常来医院为我们做的另类疗法了。大家知道这个是什么吗？祈祷。在这边我知道今天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很有爱的教会，对不对？我们有没有常常就是为别人祷告？我刚才有听到，在我们晨祷的时候，我们就有为一些生病的弟兄姐妹在祈祷，对不对？可能我们都有经历，我们为别人祈祷，甚至我们也被别人祈祷的时候，让我们给自己一个掌声，好不好？你知道吗？这些祷告，上帝真的有在听，而且真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发生了不可思议的转变。我接下来会跟大家分享，更不用说这些医护团队，大家在疫情这段期间一定感受特别深。我们真的身在台湾是多么的幸福的一件事，是因为有一群白衣天使，真的是无怨无尤的用他们的生命在守护我们的生命。而当我成为病人的时候，我真的特别的感恩。你知道吗？超燕她说，每一天她都看见这么多的爱向她涌来，因此她生命中的错已经变得微不足道了。在她的分享之后，我写了一首歌，接下来这首歌曲想要跟大家分享，叫做《因你爱我》。你知道吗？爱真的能够遮掩一切的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上帝的爱比我们所面对的一切困难还要伟大。从没想过这一天会被如此的熬炼，身体、心灵和一切，转眼瞬间破碎。从未梦过这一夜，这个角落这么黑，
就灿烂，困难却封锁我世界。还好有你告诉我你爱我，双手托住，让我停止坠落。错还是错，你却能保护我。你给的爱已胜过这一切，突破重围。超燕她说啊，她发现啊，有一件很特别的事，就是上帝造人啊，每个人都是2只眼睛，对不对？没有人是1只的吧？她说，好像上帝在告诉她，当我们1只眼睛看见我们的困难，我们另外1只眼睛还要张开，去看见有多少的人爱着你、支持着你，而且相信你。日复一日的锻炼，考验证我的信念，每个肌肉的连接，纵然疼痛，却甜。试着用我每一天，细细品尝你恩典，每个步伐都尽力勇敢抓住机会。天摇地动，没有改变，你指引我方向往前。乌云仍然遮住天边，盼望着在我的眼前。因为有你告诉我你爱我，拥抱着我，了解所有软弱。你看着我，微笑着对我说，亲爱宝贝，你如真金宝贵。因为有你告诉我你爱我，拥抱着我，让我停止坠落。错还是错，你却能保护我。你给的爱已扭转了黑夜，更新一切。谢谢大家。感谢神。你知道吗？不论在多大的困难当中，在多么困难的处境里头，上帝都会拖住我们。上帝都会让我们不是只是一直掉下去，而是他的手是稳妥的，就如同我们今天有唱的歌一样。他已经在圣经当中告诉了我，可是我以前我真的没有那么深刻的体会，那就是爱真的遮掩了一切的过错。你知道吗？苦难有什么样的价值？对我而言，我第一个体会到爱的价值。因为以前我是一个非常努力的人，甚至有时候到达一种完美主义，我很难接受自己的错误。可是上帝却用超验经历了这个事，
还有超验告诉我的话，我去看到原来上帝每一天他的爱，在我们困难当中的时候，只要我们打开眼睛，我们会看见他所预备的许多的爱，在很多他派来的人身上，每一天都有非常非常多，真的是如潮水般向我们涌来。苦难让我学的第一个功课就是爱的价值。而接下来我想要分享超验他所学到的，大家说好吗？超验所学的功课不是在医学院的教室里，他所学到人生中最宝贝的一堂课，竟然就是在他所处的这个病床上。每一天超验就躺在这里，哪儿都不能去，因为瘫痪的关系，他只能够不断的像煎鱼一样要翻身。每一天他的脑袋里会想些什么呢？即使是一个精神科的医师，他所想的跟我们一般人其实是也没有任何的就是两样都是一样的。他也是会觉得那样呢，那也发生这款的代志，怎么会这么严重？你知道医生通常他们都是很谨慎的，因为他们都是很健康的，对不对？都要跟别人讲健康。那他就觉得，我怎么会把我自己的身体搞成这样？他实在是很自责。那还有啊，我们就是华人都有一句话说，好人有什么报？好报啊！上帝啊！我是去传福音呢，怎么搞的？这个是好报吗？他也会想很多。而如果他一旦接受了这个事实，他很快的看看他的下半身，他立刻就知道不好啊，实在是没路用。他每一天就觉得自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软弱，可是他也做对了一个决定。有一天，他就把我叫到病床边来，他说：“苏珊，你快点来看，这个很特别，这个天花板是我的病床正上方的天花板。”那我就看了很久，你们应该也觉得这有什么特别的吗？他说：“你没看到啊，我看到了这个。”这个是他后来自己用电脑绘图的。可是呢，他原本没有电脑绘图的时候，他就已经看到。他说：“素晨啊，上帝让我哪里也不能去，只能待在这里看着这个天花板。上帝好像就是要让我看见这个十字架。这个十字架上半段比较暗淡的这个部分，它是刚刚好映照着他还能够动的头脑跟他的双手，灵活的双手。可是下面闪闪发光的那个灯管是不偏不倚，嘟嘟啊呵对着他瘫痪、没路用、不好、残缺的下半身。超验说，我们都知道，耶稣要我们背起我们的十字架去跟从他。他说，也许上帝就是告诉我，如果我愿意背着我的十字架去跟从他，那么有一天他会让我生命中的软弱、失败、大小便失禁的下半身，有一天能够为了他闪闪发光。哇，那个时候我真的是有点听不太懂。我想说，天哪，我在外面都还在那边哭啊，还有那个医疗专机什么时候来啊？你怎么这么正面啊？哇，我真的是差点要按那个护士铃，想说来人啊，检查一下他的头脑，怎么会这么正面呢？可是你知道吗？我们做配偶的要不要支持我们的另外一半的信心？要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跟着超验一起祷告，主啊，如果你愿意，我想这个就是我们人生的十字架了。其实十字架是什么？十字架就是你最不喜欢、最痛苦的那个部分，不是吗？超验做的决定就是他每一天都要背起他的十字架，而不能够自己背，
他每一天的决定就是他都要看圣经20分钟。你知道吗？听起来好像觉得没有什么，可是对一个病人来讲，他的力气是不是很少？对不对？都是精神很不好，对不对？可是他每天把他最精华的力气，他就是看圣经，而在圣经中，他就看到了这个故事。请大家帮我念一下好吗？来，1、2、3。开通了，就把瘫痪的人连人带床垫坠了下去。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就对瘫痪的人说：“孩子，你的罪赦了。我吩咐你起来，拿起你的床垫，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立刻拿起床垫，当众出去了。众人都很惊奇，把荣耀归给神，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超燕在圣经当中看到了这段经文，以前也有看过，可是你知道吗？当你自己的处境就跟圣经里头的人一样的时候，你会不会眼睛瞪得特别大？会的。超燕就想说：“我每到一家医院，医生就要做检查，然后跟我讲，许先生，有的说许医师你马哉啊，这辈子是不可能再站起来了。圣经里头的故事，耶稣的能力跟他现在的处境是180度的相反。可是超燕就想啊，在人不能，在神却是怎么样？凡事都能。上帝的能力难道会在这2000年以后就减损吗？不会的。他就开始觉得上帝好像放了一个信心的种子。我们有时候我们的心里面会有一个信心的种子种下去，他就觉得上帝啊，我想要开始祷告，也许有一天你就会医治我，就像是这个摊子一样。于是他的每一天的祷告开始带来了很大的不同。原本他的脑袋里有很多的为什么是我啊，他开始想，上帝也许有一天他会在我身上做一些事哦。而我们知道上帝要做事，天助什么什么者，自助者，也就是我们有没有自己的责任也要顾啊。有超燕就想，那我力气虽少，但是我就把我每一天的力气用来好像走一小步就好。那我就是1年过去也有365步了。于是超燕就想说，超燕那个素成啊，你把我抱起来吧，我不能总是瘫在这里像一个烂泥巴一样，我就把它抱起来。他想说啊，我每天躺着，那个脚的肌肉当然都萎缩了，我的上半身肌肉可不能也跟着萎缩啊。大家知道，一直躺着1个礼拜，你的肌肉量就会很大量的萎缩哦。他就开始练他的手。他想说啊，每天都要麻烦我花2个小时的时间，帮他穿衣服、脱衣服、洗澡，还要挖大便。对不起，他呢，他说书成，我呢，其实应该也要学着自己来。从今以后，你不要帮我了。我说，那我要干嘛呢？他说，你帮我拍照好了。哇，所以今天才有这么多照片可以跟大家分享哦。这是他第一次自己穿完全身的衣服，很得意的样子，对不对？谢谢。他想说啊，小孩子在可以走以前都有一个动作叫做站。他想说，可不可以拜托复健老师让我重新回顾那个站的感觉？老师就把他的五花大绑啊，他的脚，把他从轮椅上拉起来。哇，他站在平行杆上，开始回顾那个感觉。可是，哇，好惊恐哦！因为他的胸口以下是没有任何知觉，他好像飘在空中哦。哇，吓个半死。可是第2天，他还是继续的去复健。大家知道台湾是科技发达的宝岛，有脚刹车、脚油门可以改成什么？手刹车、手油门。超燕就听说了这件事，他就想说，其实我也可以呀。你知道吗？上帝就让他
有个信心的种子，他觉得说，上帝一定会去帮助我的。于是呢，他就去考这个身障驾照，考了3次，就考到了，他就回去上班了。而在这个时候，你看到奇迹已经开始发生了，原本完全失联的神经，长出那么一咪咪的连结，竟然就让他可以把他的骨盆抬起来，把腿甩出去。他就这样子走回了他最喜欢的户外。如果您有医疗的背景，您就知道一个高位胸髓完全损伤的病人要能够这样，其实是非常非常少见了。可是你知道吗？上帝的大能是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接下来我们看一段影片。让自己自由。那么接下来这位精神科医生，因为发生意外脊髓损伤，同样是因为心态，让他穿上机械腿重新站起来。就像阿姆斯壮登陆月球的那句名言一样，这是许超彥的一小步，却是他和许多不良于行的脊椎损伤患者重新燃起希望的一大步。贴着腿穿上这双由工研院研发出国内第一套身障行动辅助机器人，许超彥重新站了起来，还跨出了不可思议的步伐。一点希望，也给自己多一点未来。许超彥和病人相约，让更多奇迹发生，永远别对自己失望。我知道我的处境可以更糟的。其实，如果能够看到自己拥有什么样的祝福，你看得到这个祝福，你会知道说，这些东西也不是理所当然的，是当你想要就可以有的时候，我觉得那会有力量因为你会知道你并不是被最可怜的那个人。是积极的信仰和正面的心态，决定了许医师发生意外之后的生活。你知道吗？这个机械腿完完全全对我们而言是上帝的大能，因为在这个工研院他跟我们联系以前呢，我们是完全没有工研院的朋友，任何认识的人都没有，甚至我以前我没有听过工研院这个单位，我只知道工研处，可是因为我做菜会用到。所以当他们打电话来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觉得啊，你是谁？他们是怎么样子打来的呢？你知道吗？这真的就是上帝的大能。就因为超彥每一天祷告，也每一天对自己的身体负责任，他开始呢，越来越行有余力，就写了一个部落格。这个部落格常常有很多的文章，他有一篇文章就比较了国外的机械腿，而当工研院想要研发台湾自己的机械腿的时候，他们就 Google 了，就发现许医师这个人，他们就打电话来，我想要跟你们分享他们打的内容。他们说啊，许先生，我们发现你很特别，你呢，既然是一个医生，拥有这个生理学的训练，而且你更特别的是，你是一个病人，你最了解一个坐在轮椅上没有办法站起来的人。他希望这台机器站起来，可以帮助你在生活当中完成什么你真的很想要做的事。你知道吗？他们不是因为超彥的头脑去跟超彥一起合作，他们就是跟超彥合作，是因为他那最瘫痪、没用、软弱的病人的下半身。当我们接到那个电话的时候，我们想到了那个十字架。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会不会有时候您也会像我一样？过去我是会把自己的软弱藏起来的那种人，就像我的数学很不好，我以前都会把我的数学考卷藏到一个我爸妈绝对不会找到的地方。我很羞耻去提到我的困难，可是我想要分享的是上帝的大能，他让凡事都能是，他也可以让我们的问题、软弱、
能够有机会为别人带来祝福。超验的软弱让他更有同理心。苦难让我看见，当我们把信心放在神的身上，完全放在神的身上的时候，神的大能会有机会彰显。就是这样，超验他回到了他的医院去服务病人，而他服务病人的过程当中，他就发现，我的医术变好了，因为病人一进来看到医生，你怎么比我还惨？他们就觉得，我的问题应该也有机会可以翻转，因为你的状况这么严重，可是你还可以回去工作。哇，你知道吗？这也是一个特别的附加价值。而超验也跟着基金会开始去帮助那些年轻的脊髓损伤朋友们有机会回到职场。而我也因为这样能够就是在医院住院，再继续出来，那我呢也体会到像我们这样的家庭的困难，因此我就很希望回到正常生活后，能够再回医院，可以去鼓励像我们这样家庭的人，跟着弟兄姐妹一起去有一个关爱之家，唱歌给这些就是艾滋病人听，唱着唱着竟然就唱出我的专辑来了。今天的时间呢，因为比较就是紧凑一点，然后我今天原本还有最后一首歌，我想说我就放在下一堂的时候，那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去听那首歌叫做《超人不会飞》。那今天的时间在这个尾声，我想要鼓励大家，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一定看到我们的困难，可是你有没有看见神的大能？有，我们一只眼睛看见自己的困难，但是更感谢的是我们生命有神。所以我想鼓励大家，在当中我知道有一些朋友可能还没信主，还没受洗，我真的鼓励你，你一定要抓住机会跟随我们的上帝，因为上帝他的大能真的会在我们生命当中完全的彰显。谢谢大家。